咱做一听，比如讲后5组的啦，后10组的，对啊，吼0800-055-099吼，我这节目要结束啊，节目结束了，电台继续卡，继续卡，到暗时12点之前你都通卡，对，但是莫等甲伤晚卡，即摆就赶紧卡，因为惊讲数量无够，吼0800-055-099吼，电台赶紧卡吼，再见，拜拜。優しさは似合わない街だから東京みたい口に出さないさよならを今夜だけは抱きしめて並ぶバス停に二人帰り道をダブらせた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如果收到朋友的 LINE 讯息，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就要当心哦，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到退休年岁的朋友，你敢有财产安排的需要？安永信托会当按照你的意思，替你甲老本做上好的安排。安永信托是上有温度的财产托付，会当将你拍拼一世人欠起来的老本，用伫上界需要的所在。以上广告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出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哦，外口无咧卖，只有关怀一声独家代理，专人送家附上，电话04740922，7240922。彰化县政府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失业者或在职劳工都可参加，由政府补助全额或80%训练费用，并辅导投入照顾服务行业。训后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媒合，从事相关产业的失业劳工还可申请就业奖励哦。劳工处咨询专线7532493。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
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实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酒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每礼拜五暗时5点这2点的节目。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玉翰。今仔日厝边隔壁的时间呢，犹原是即个周清耀周馆长的时间吼。啊，毋过委员即马有淡薄仔代志耽误着，较等下就会转来节目现场啊。啊，今仔日厝边隔壁节目的来宾。特别邀请到这个埔心乡的乡长张成武，乡长你好，大家好 ，FM 91.1关怀电台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乡长呢，伫去年嘛有来过这个关怀电台的节目几落遍，啊，迄当阵呢，厝边隔壁的节目还未买这个即马脸书的观众朋友看到的这种直播的这个设备。是咱更新设备了第一遍来上节目对吧？是啊，是第一遍，所以讲感觉较无共款。较无共。哦，以前上节目会使黑白穿，即摆拢会使。袂啦，我嘛毋捌黑白穿。啊，乡长今仔日来到节目当中，是毋是有要甲即个咱的听众朋友宣传一下埔心乡即摆咧推出啥物款的活动哦？好啊，其实原为4月底吼，阮埔心。遮温室葡萄吼已经开始生产啦，啊，阮都有办一个葡萄宴，啊，这个葡萄宴吼，造成真大的轰动。啊，其实到今啊，葡萄已经愈来愈少啊。听讲阮埔心的葡萄嘛有前进总统府，听讲总统府遮的长官嘛拢食着阮埔心的葡萄。啊，其实上重要，阮即个甲埔心葡萄行销去全国，伊造成一个轰动，就是阮甲上顶级的葡萄。以前市价差不多最顶级的我们的黄金葡萄哈，3斤大概台币是蜜红跟黄金3斤差不多新台币600块。那我们最顶级的，因为可遇不可求，后来我们台北工商协进会我们的王一郎王董事长，伊为着要把这上好的葡萄分享给他的贵宾，所以他跟我们在地的农友特别这些小农帮他们预购，就是预购100盒，然后用价格比我们在地更高，而且希望我们用最好的品质，然后一盒用1000块，1000块三斤1000块啊，订100盒，拢总下订单，当天的100万，啊，甲农民鼓励，伊讲吼。伊这是要互小农吼，要替小农讨回公道。因为阮彰化县这些农民吼，伊种植的这农作物吼，这农产品拢真优质。啊，毋过吼，因为这个市场的关系，因无法度去甲这个通路拍开，而且这些咱消费者伊要买这优质的物件，伊嘛无一个管道。啊，所以讲，阮透过即个行销，啊，互咱的台北。遮 VIP 顶级的遮消费者，伊来咱地方直接来下单，啊，因用伊的低温的宅配车，直接来产地，然后来跟农民采购装箱，直接送到他 VIP 的顾客。是，我这都造成轰动啊！我想乡长是毋是以前吼埔心是毋是真侪人拢咧种葡萄对无？对，是，啊是乡长来入来即个埔心乡公所以后来。推广替遮的小农整合，对，嘿，啊，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讲，我乡公所伫这中啊，这个产销中啊的角色是啥？其实吼，咱伫这个包括咱的所有的通路内底吼，上重要你生产者，生产好的产品，
无好的行销通路吼，无去甲伊推广，伊的物件卖袂出去，较好的物件嘛无法度卖着好的价销。所以讲吼，全世界吼，迄个大的品牌其实拢无咧生产，拢是代工啊。啊，毋过农民伊有上大缺点，就是讲，以专业技术来讲，农民拢做够种的。啊，较早就是袂晓卖，会晓种袂晓卖，所以讲吼，因的品质真好。啊，其实即摆吼，尤其是中华县政府嘛，足照顾遮个农民，所以讲因拢会用无共款的方法去促销。啊，我担任乡长了，因为我本身较早伫大学咧管理，啊，我有教过行销，我是感觉讲，这就是差异化，爱甲无共款的物件吼，做包装，而且要用医业去结合。啊，阮伫105年，阮葡萄农哦，伊就是绿葡萄隧道，伊个葡萄足水的。啊，毋过吼，伊拢爱卖，啊卖无了，拢爱去盘商去卖。啊，所以讲吼，价钱普通嘛袂歹，毋过无想象中遐好。到尾隧道足水的，我想讲，你若敢若卖葡萄，哪有趁钱？到尾阮讲啊，无咱来葡萄树下来办一个葡萄园。啊，阮105年办一个葡萄园，办一个红了，阮在地拢无餐厅。无餐厅，啊，到尾105年，阮就是结合阮部心所有的遮个产业，包括蘑菇部落，包括铁板烧，包括咖啡厅，包括休闲餐厅，啊，阮就甲伊结合星拜客，伫骑铁马来咱的部心佚佗，吼，啊，这铁马免钱的，毋过你爱去消费，啊，毋过重点，伊的葡萄园是一个中继站，啊，来遮看葡萄，啊，嘛会使来遮订葡萄餐，啊，毋过伫今年，阮就甲观光产业协会，吼，观光产业协会就是中华县的这个迄个观光工厂。其实我最近吼，伫南部来吼，可能周县长来阮部心嘛，有不时拄着足侪外来观光客吼。啊，阮这个观光客拢为高雄、屏东、台南，甚至台北、桃园，因拢会包车来，吼。啊，因拢一日游，啊，因来到遮吼，要去鹿港，吼，要去彰化，要去参尾。因来到遮拄啊中继站，所以讲伊来阮部心，啊我甲伊推广了后，旅行业者伊拢甲我问讲要安怎佚佗，我讲足简单诶，来阮遮我带你来阮一个有历史文化5-3万爸爸诶故居诶，啊佫即摆拄啊葡萄产季，互恁看全台湾唯一的葡萄隧道，伊讲甲即两项就真好啊，啊所以讲阮因来了先啉一个有茶，吼，伫迄个5-3万故居诶边仔啉一个有茶，啉了阮去导览黄山园故居，啊，这个黄山园故居大家拢知吼。黄山园附近这个故居就是西式的洋楼，伊是日本的建筑师设计的洋楼，日本建筑师设计的洋楼，啊，伊的屋顶的结构跟咱的传统闽南建筑各类似，吼，啊，毋过伊的后面又伊后壁因为是日治时代，所以讲后壁各有日式的和式，所以讲有融合西式、日式、闽式。啊，佫有洋楼格局，啊，所以讲来遮，啊，佫来住伫即间厝诶。黄山演员爸爸因是客家人，吼，是阮诶早安客，所以讲有遮侪文化融合即个建筑物，所以讲伊看了听了嘛真趣味，一个听了，啊，就要去后壁诶葡萄隧道去看葡萄。你敢知影吼？我甲因讲，你若看到因为葡萄园了，你看到葡萄有两种情形，喙擘开，啊，目镜强要落落来。结果每个人表情都一样，因为因毋捌看伫迄葡萄挂伫葡萄伫迄面顶，啊，即个连接了后，较早因农民生产葡萄，生产葡萄酒，其实外地人拢毋知，伊嘛无法度讲过。到尾伊外地人即摆一只车来了，毋嘛会食葡萄，啊，佫一只食饭，吼，食葡萄餐，1份500箍，啊，佫来佫会啉葡萄酒，啊，葡萄酒伊佫会家己栽培。所以讲，农民卖甲笑啊哈！啊，即摆葡萄毋是干那即个绿葡萄咧卖尔，伊周边带动诶，阮附近诶葡萄农，因为因较早因诶品质好诶葡萄拢卖袂悬，后来即摆台北上定价甲咱买3斤1000，啊因咱在地产地有3斤600箍，啊毋过总值诶3斤就380箍3斤，到尾卖甲少去。所以讲，足侪邻近诶乡镇，包括大村。包括西湖，因讲啊，葡萄一斤也卖100箍就真好啊，到尾咱的葡萄一斤200-300箍。是啊，啊，这农民的收益增加，因着甲技术提升，佫会使买新的农机来改良伊的农业技术。啊，咱部心的葡萄甲其他的葡萄
葡萄的乡镇的葡萄无共款，就是因为阮的面积上细，咱上早有巨峰葡萄吼，伫民国60年代，就是差不多伫咧50几年。大村的53年次的迄老葡萄，顶几年才王成了，才干枯了。可是咱埔心阁有63年厝的这个巨峰葡萄，可是迄个温室面积上大的是溪湖，因为这葡萄中华县葡萄拢做好食，拢各有特色。毋过阮埔心伊甲管理的方面有加强，所以讲伫户外这个葡萄，阮拢摕到比赛拢伫前3名。毋过前3名，它没有增加它的产值，因为伊得名无一定有人来买，对无？毋过经过我促销了，嘛带动阮周边葡萄，所以讲顶工几啊，甲朋友来讲，乡长恁埔心的，恁中华县的葡萄，即马真出名咧。阮朋友拢指定要来买埔心的葡萄，无就中华县的葡萄。这个带动的方式，并不是纯粹卖葡萄，而是用行销的方式。有葡萄宴，佮有来遮会使甲观光工厂结合。伊来遮中昼食饭饱，就去观光工厂。阮这边就甲伊媒介，伊就讲看要去优格饼干学院，还是要去蘑菇部落，还是去缎带网，甚至去咱的彰滨工业区的玻璃庙。台明江的玻璃馆，大家拢真欢喜。而且这个中华县的旅游的品质真好，而且佫省钱，因为这观光工厂拢免门票的，而且气价、气用拢免钱。毋过所有老少拢会使嫌疑，尤其是因的体验甲 DIY， 老人囡仔拢会使体验。所以听众朋友听乡长讲就知影，乡长是运用伊的所长啦，对，来做乡长了来包装、行销。喂葡萄一斤卖100块都袂歹，即摆卖到一斤已经300块以上。300块安尼，真正发挥公所真大即个作用啦。即个阮即个小乡镇较早拢无观光客，即摆外来观光客拢足侪。这就是用即种方式，其实要卖农产品，纯粹一级的产业敢若卖农产品，其实对农民来讲收益上少，所以讲阮就是即摆农委会咧推动迄个产业6级化，就是一级的，就是生产的。2级的就是加工做葡萄酒加工，3级的就是用人服务，是用休闲旅游产业，1乘2乘3就是6，现在若要用乘法，因为产业是它的核心价值，产业就是1，你也无这个1后壁拢零，所以讲我嘛希望讲用这个方式，互所有的迄个乡镇公所用这个方式，因为伫辅导农业生产是农会责任。产销基本的一级产业产销是农会责任，毋过整个面对整个城乡发展是一个公所甲县政府的责任，所以讲我咧用这个方式去包装，嘛因为安尼，甲这个好农产品、好的加工农产品拢卖了袂歹。是，定那一只约翰就开始好奇啊，是安那？乡长讲以前伫大学教册，教行销的管理，是安那会行入去政治啊？其实迄个我阴错阳差其实捌外的朋友拢知我较早捌经营补习班。我第一个工课就是开补习班。我较早开补习班教册，我民国79年就开始开补习班。毋过我从事社区迄个补习教育了后，我家己搁去进修，所以讲我搁去大学读迄个管理的硕士，管理学硕士。我硕士毕业了，我就发现讲，其实这个补习班度假产业嘛是有一个开始有衰退啊。教育产业我就去大学服务，后来我就是去中州科技大学，去教册。我其实我的专长迄时阵因为阮是做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就是去办社区大学，办社区大学甲社区有互动了，阮迄个中国科技大学伊管理系就改做观光休闲管理系，因为阮甲社区的互动，甲观光休闲这有相关，阮就成立一个社区营造中心，社区营造中心，我就负责去召集这教授、学者、专家，来做县府社造中心的业务，去辅导社区。就喺伫滚动了后发现其实阮甲社区的互动，阮发现讲政府跟社区之间有一寡落差，再来社区有热情。社区有执行力，可是他们社区没有规划能力，伊嘛无专业能力，所以讲，阮得用阮遮学者专家来协助辅导。所以讲，即摆伫中华县上出名的几个社区，比如讲埔盐的埔仔社区，
大有社区，这较早拢是阮辅导的店，搁即摆是中华园，搁有竹林迄个分两个竹林社区，真侪社区拢是，搁有迄个分两个宝山社区，较早我拢去甲伊改变，改变了我发现讲，其实有时候从政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后来卫生局魏县长担任，就是2012年选到立委了伊需要有一寡助理甲斗相共，迄时阵阮就甲伊投入协助他去做服务案件。后来魏县长伊就是去筹算，筹算提名，我嘛发现讲我们也可以试着服务看看。后来就回故乡去选举，这嘛是政治素人，因为我是阴错阳差，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然后是第一次参选，我第一个参选，我毋捌选过民意代表，拢毋捌。到尾就是因为安尼，我的执行的行政能力，甲一般的传统民意代表，还是传统民意代表出身的地方村里长出身的首长无共款，就是我一上任，我就是做规划。设计，甲整个埔心乡的愿景，拢直改规划好。所以讲，我有写一本均衡城乡4年计划。我就甲我4年要做，我第1年我就做一个愿景。毋过上重要，即几个愿景内底，我还佫做盘点。其实伫管理学内底像阮做工业管理内底厂房，咱都爱盘点嘛，包括人力盘点、材料、物料、人力、物力跟资金的盘点。其实公所是。等于是也是一个企业体，只是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企业体，跟咱的基金会同款，基金会嘛管销人发财，对不对？这个管销人发财，伫公所内底上大的，就是你要安怎去解决这乘客的问题。那阮就是用这个盘点的方式。去了解公所的能力在哪里，自我盘点发现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讲我伫上任了后就开始提案，第104年就跟中央提了阮埔心乡伫高速公路是高速公路外有一个交流道伫埔心乡伫西武交流道遮。那当时民国66年有计划道路，迄时阵的计划道路较细，是10米道路，这10米的道路。影响，因为拢无开辟，甲无扩宽，影响着埔心的发展。大家也来埔心就知影，基本上阮东西的路都是大条，南北的路都是小的。那东西宽，南北狭隘，它的发展的也朝东西两边。所以讲，朝东西两边之后，我们的埔心的发展过去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讲，我盘点了就是甲这个南北道路。有机会去把它扩宽后来中央我提了计划之后，中央我的计划金额连征收土地3条路3亿2670万，中央我去内政部建署提案的时候1毛钱都没有删，这个就是当老师的优点，写计划很会写，1毛钱都没有删，3亿2670万。我金额讲得很清楚，结果我就这样的方式，我们现在道路都已经在开辟，所以讲各位咱的空中好朋友经过埔心有经过新林路伫中华病院边这条叫新林路，也是要去天主教堂的罗错路，即摆拢咧扩宽，边拢咧优路，所以讲无方便的所在，直接甲乡亲补强，因为这段时间交通黑暗期，对所以讲有建设就有破坏，先破坏，过来我发现老人。高龄少子化是阮这边的现象。那高龄少子化是不是爱做一个永续的规划？所以讲，我就是把这个社区伊的关怀据点，尤其是活动中心、社区的村集会所，我拢甲伊整理甲盘点。所以讲，阮陆陆续续帮伊整修，甚至阮帮伊提计划。阮的埔心虽然社区较早做。未做乡长进前的埔心乡我当才上任，社区节庆要办活动，甲他3个社区来参加活动，有迄个社区的班队，阮即摆已经超过13个啊，13个社区来参加。对，所以讲阮即摆所有的社区拢已经开始滚动啊。这个因为咱高龄嘛，少子化，这是拢一寡婆婆妈妈，甚至一寡阿嬷。阮就是甲这个社区全部拢甲伊活化，活化了，互因直接上课。我嘛有争取着社区营造，佫有乐龄学习
乐龄的课程，还有乐龄的课程。即摆中央嘛，教育部嘛，直直咧塞这乐龄的课程。过来，我为着要囡仔伫即个学习的环境改变，我改变图书馆，可能倒一个拢知，我嘛有演艺厅、演艺厅，演艺厅、地方文化馆，演艺厅、图书馆，个幼稚园。阮的幼稚园本来我上年的时阵，阮的学生200几个，250个左右。阮即摆已经315个，而且阮即摆阁有增加的趋势。阮甲设备拢更新，我甲任内安尼3年也嘛争取差不多要到700多万，700几万，甲整个销售。阮的教室中高年级拢有单枪投影机。教学设备，过来，阮的地板拢做新的饮水机，阁有迄个厕所，就是小朋友专用的厕所，拢感应式的，清气、温馨。过来，我拢增加图书，甚至因为我本身较早捌伫幼保系做老师，我嘛导入专业，因为如果伫迄个教学的过程内底，我要甲即个囡仔提升伊素质，就2种嘛。专业甲专家，毋是专业就是专家，专家就是辅导即个老师，专业就是来甲咱协助整个营运。阮用安尼方式，阮的老师拢对咧成长。所以讲即摆我伫幼稚园，我去大家拢捌我叫做香肠阿伯，因为因我较早上任的时阵，拢去巡视，老师拢讲，小朋友大家好，乡长。来跟大家问啊，各位小朋友是不是问香肠啊？到尾小班咧讲，怎么有人叫香肠？所以讲我即摆伊拢叫我香肠阿伯。其实因为小朋友拢对我有热情，就是我去关心伊，我去关心伊的生活，尤其是节庆，我拢会甲安排活动。所以讲这教育社区的活动中心好啊，我即摆有4个社区拢有做社区的共餐，社区的共餐差不多。接近要到200个，4个社区加起来要接近200个，迄个老大人拢伫社区食饭。共餐敢有需要费用？阮一顿补助30块。30块。嘿，因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家己煮，家己买菜来煮，迄较省，迄可能30块都有够啊。一种就是买团膳的，去人个订迄团膳。毋过阮即摆4个内底有3个拢家己煮，其实家己煮的足古锥的。我其实阮逢年过节，阮拢会买一寡米啦，买一寡米啦，买一寡米粉啦、豆油啦，一寡迄个罐头，我拢会用阮的相关的费用去买来。比如讲有过年过节爱拜拜，剩的我拢甲留咧了后，我即摆社区共餐咧我因若无米、无油、无米粉，阁无遐调味料，我拢甲送的。所以讲因拢真欢喜。过来因足侪妈妈足侪阿嬷，因伫家己的社区拢阁有种菜，因嘛拢起来食。所以讲，阮补助伊30块，因家己阁出30块、60块食2顿，一礼拜拢食2顿。阮慢慢要所有的这个社区开始要转型，所以讲阮即摆拢争取迄个卫福部，伊要做迄个社区的长照点。长照点就是阮要甲所有的社区变做一个。无论老人，无论社区，拢会使来服务的所在。这嘛慢慢拢起来。其实我着因为我毋是政治出身的，所以讲我的思考拢思考，因为我伫大学捌教过消费者行为，消费者的行为，个服务的满意度，服务业管理。其实用这个管理来讲，来服务乡民的时阵，我的导向就比较。较会袂受到较早传统的包袱，因为我知影讲我做啥物有法度符合所有人的满意，而不是服务少数人。其实政治人物出身的其实阮的民意代表大家拢足辛苦，因嘛拢真好。毋过因有较大的包袱。我讲我上任就甲阮遐主管讲，我无包袱，毋过我有人情的压力。我的压力就是来自所有乡亲伊的期待，所以讲我无包袱是排伫身躯背袂掉，毋过压力是心理的。所以讲虽然我无包袱，毋过我压力嘛真大。过来我嘛甲即个清洁，我着落实迄资源回收，
落实强制资源回收，啊，强制分类甲资源回收了，阮的收入嘛增加，啊，粪扫佫减量，这嘛是真好的政绩。啊，佫来，阮有中华县唯一的环保藏区，就是较早讲树葬。树葬。啊，因为树葬呢，即种树葬已经毋是干那纯粹树葬，阮的环保藏区有花葬、草葬，有花草区，有花卉区。啊，佫有草皮区，啊，佫有树仔区。啊，毋过因为树仔伫传统的内底，因为树仔紧会去撞着迄个先人的、迄个骨骸，所以讲即摆拢用草葬。就是环保葬。啊，阮为开始阮为104年开始推广，到即摆拢总已经150几位先人。啊，阮佫有宠物区，有14个宠物。迄个花草葬甲一般的迄种塔位计小是？花草葬阮才9000箍尔。9000箍。啊，毋过塔位的塔位甲排位加起来才要3万箍。所以讲，阮这是降低咱所有的人的家庭的负担。啊，毋过上重要，大家拢知若佫台这建筑物，伊甲包好了，伊敢若爱付出的是管理费。其实伊是短多长空，短期伊的收入嘛。啊，毋过你即个包好了，伊就开始爱管理无收入。啊，起若佫大费用足大，我有起一个第5公墓若佫大，拢总4000几万，4500几万。啊，阮爱佫借钱，借4000万。啊，我忍呢，我嘛甲还掉。其实我拢讲简单讲，其实我即几年的施政的心得就是还钱，因为咱较早有之前的电费钱有无？迄个电钱嘛，因为迄是选举路灯嘛，1900几万，还钱、欠钱、省钱。因为我欠钱甲省钱，就是我家己的本预算，我拢先袂用，啊，我拢去讨中央的钱，啊，我配合款拢一成至2成，2成嘛有3成，至少我拢免出。所以讲，我甲我的建设经费增加，毋过我的付出减少。还钱、欠钱、省钱，啊！我佫寄钱，我伫105年定期的寄1亿万。阮较早的乡库是1亿3000万，我接任的时阵，啊，毋过负债5000多万，就是爱偿还的迄个分期债务是5000几万。啊，毋过我甲去年我拢甲偿还，啊，我即摆乡库佫1亿6000多万。5000几万还掉，啊，即摆乡库佫1个6000几万，安尼一来用是2亿。是啊，啊，就是敢若安尼增加的，啊，过来我的工程的建设甲大家报告乡镇公所拢做善的，一年的本预算拢2亿多，啊，我伫3年争取5亿多，拢总5亿多。像头拄仔讲3条路，其实是4条路，即摆佫1条5000几万度，拢总就4亿外。过来咱做田人上惊饮水，我拢甲迄个水菌、排水拢甲伊改善，啊，即阮甲中央讨钱，甲水利署，啊，佫甲中华县政府。我头拄仔来进前，阮就是中央有补助2条排水沟的整治，就是罗素天主教堂周边的2000几万、2300几万。阮就是建议咧做细部审查，啊，审查了就紧上网招标。其实阮的工程品质拢真好，有厂商咧做的时阵，啊，迄个咧做的时阵，阮的乡亲讲，啊，恁做这。恁做这公所敢会甲恁啰嗦？伊讲阮这乡长因这招标拢真认真、真严格，做无好会甲我卡掉，所以讲我爱较认真做。啊，其实这嘛甲卫管长共款阮对工程的品质要求真悬。阮最近才有一条路，互我扣3届。就是伊施工品质拢无好，扣3届，验收无过，无过甲扣3届，所以讲这压力真大，嘿啊。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后半段这个再来节目现场，互乡长介绍这个保全乡的这个规划，谢谢。我靠！我靠了！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庄先生换药喽！医生说你的脚伤恢复得不错，以后
后啊要注意安全哦。唉，这次因为公出赶着送客户东西，一个不小心走路摔伤。这次呢，你是以健保身份住院，如果是职灾的话，可以在期限内向医院或向劳保局申请退回带点的部分负担医疗费用，以及住院30天内膳食费的半数哦。那我要怎么申请啊？你可以在出院前或就医日起10天内补送劳保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健保卡及住院费用收据正本到医院。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补送书单，也可在治疗当日或出院日起6个月内，或者有特殊原因的话，在5年内向劳保局申请退费哦。提醒您，职灾劳工以劳保身份就医，可减免部分负担医疗费用及住院30日内膳食费之半数；但如以健保身份就医，可向劳保局申请退费。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我是林庆台，目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食薰，我目得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分吧，做一个真英雄。二代解分，请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王大哥，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1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这个恐怕不行哎。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劳工，是不能申请垫偿的哦。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地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小米，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你爸爸也要煮饭？对啊，阮爸爸煮的跟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都会斗阵做家内孙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那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家内孙。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妹呀，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哇，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大马创作鬼才黄明志，除了创作力惊人，更在今年入围了台湾第26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项，歌唱实力也征服了评审团。掌声有请大马天才鬼才黄明志。南无阿弥陀佛，哈利路亚保佑我，就算大风大雨大起大落我都能度过。南无阿弥陀佛，圣母亚瑟都爱我，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除魔。师傅说我今年犯太岁，到庙里压一压。风水说我家里沙很大，把香炉擦一擦。星座说我本月运势烂，闯黄蛇打一打。塔罗牌、紫微斗数都说我衰到爆炸。搭飞机飞到马卡，快救救我吧阿拉！从青藏铁路一路赶到布达拉宫拉萨，耶路撒冷不冷啊，快赦免我的罪呀！哦主啊神啊佛啊道啊 ，Oh my God！ 南无阿弥陀佛，哈利路亚保佑我，就算大风大雨大起大落我都能度过。南无阿弥陀佛。
大显神威，斩妖又出没。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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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三更半暝咧拜天公，我啦，嘿呀，哦啊。我的印堂发黑，手脚发麻，头顶掉头发。我被老板痛骂，同事闲话，客户都变卦。马子刚刚跟人睡了，还说他的比较大。阿斯大牛比较懒，到这里什么比牛大？搭飞机飞到马卡，快救救我吧阿拉！从青藏铁路一路赶到布达拉宫拉萨，耶路撒冷不冷啊？快赦免我的罪呀！哦主啊神啊佛啊道啊 ，Oh my God！ 大落我都能度过。南无阿弥陀佛，生不亚佛都爱我，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出没。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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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三更半暝咧拜天公。南无阿弥陀佛，哈利路亚保佑我，就算大风大雨大起大落我都能度过。南无阿弥陀佛，生不亚佛都爱我，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出没。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出没。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出没。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欢迎倒来到厝边隔壁的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各有观众朋友吼，真歹势。主委员也是还袂当来现场啦，伊咧处理真重要、真要紧的代志。对，伊个为着台语咧拍拼啦，台语拍拼。我是代班主持人，我是保新园长张成宇。谢谢。所以讲哦，伫今日无共款哦。头拄仔你敢有介绍我？应该是有啊啦，有啦。我是代班主持人哦，我是保新园长张成宇。其实哦，甲周馆长哦，阮即摆拢对即个台语文化的部分哦。我拢积极咧推动，其实保新嘛，除了台语文化了，我嘛是有客家的文化。客家，阮是河洛客。河洛客意思是讲是讲台语的客家吗？系讲袂晓讲客语的客家人。袂晓讲客语的客家人。甲大家吼，小可分享一下吼。咱彰化县的南彰化，保新，永靖、田尾、社头，这较早拢是足侪拢客家吼。客人庄，因为较早阮，尤其是阮保新即个较早才拢种甘蔗，阮这是清朝移民，清朝移民就是伊真早就来伫遮，阮祖籍吼，我像阮保新两大姓嘛，姓黄甲姓张的吼，姓黄的就是早安客较济，早安客，阮姓张的是饶平客，饶平，所以讲你看田尾嘛有饶平川，其实吼，咱较早。迄个发展的历史，阮保新哦，其实这嘛开讲者，阮保新其实有8成的祖先拢来自客家，毋是伫广东，就是福建的漳州。阮保新县公所的地址吼，你上网去查，彰化县保新乡移民村。移民村。嘿，移民是毋是北部有迄移民业，有无？是安怎咱彰化有移民业，有伊个移民庙、中义庙。就是伫阮保新乡，所以讲阮保新乡公所所在，就是移民，就是移民村。其实吼，咱客家吼，伫咱南彰化咧开垦吼，有足侪相关的比如讲较早种甘蔗
哦，啊，正阮也需要工人，啊，咱足侪客家嘛，拢来遮开垦嘛。啊，毋过阮埔心较早就是闽客，吼，较早伫迄个林爽文事件，闽客有械斗。啊，伊其实较早，其实林爽文听讲嘛是客家人，就是伊迄时阵。清朝时代吼，伊就是要甲即个民乱，因为迄民乱，因为讲实在一个国家的治理吼，遐尼快管袂掉。啊，毋过你也讲，迄个食袂饱啦，也是讲有一寡迄个土地纠纷，慢慢就形成一个抢即个农地，吼，即个农地，啊，伊会互相会去械斗。抢资源。抢资源。啊，这抢资源，这械斗，就会形成一个，就是较早。有另外一个诠释，就是族群，啊，族群，迄时阵族群就是有河洛人甲客人，啊，迄个河洛人甲客人哦，咧械斗的过程内底，伊嘛死足侪人，啊来，伊清朝伊的历史就是讲，啊，因为甲迄个政府认同的，吼协助的，牺牲的，遮拢移民嘛，啊，阮埔心就是有起一个移民庙该纪念。阮移民庙，阮一般吼，阮去调查迄个客家的移民公生，就是旧历的7月17，伫迄个中元节吼，7月半之前吼是较阴。啊，阮埔心的移民庙的建祠吼，就是起这庙纪念碑吼，是旧历的8月18，拄啊甲中秋节差不多。所以讲，阮慢慢发展咯，阮嘛甲阮埔心的节庆中秋节，甲阮的移民文化结合，所以讲阮旧年嘛争取着义民节，义民节客家12大节庆。啊，其实吼，较早族群的对立，伊是一个较悲惨的，因为伊是械斗嘛，会死伤真侪人。啊，毋过咱即摆已经融合啊，所以讲阮这河洛客是一个真好的文化，就是河洛闽南啊，甲客家因。住伫即个所在发展，啊，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出来，啊，大家和谐，啊，所以讲哦，伫即种文化发展出来，虽然阮较早有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啊，佮有祭祀，啊，甲宗教信仰，拢是有客家的遮的历史，啊，毋过阮拢袂晓讲客话，啊，所以讲伫即摆阮嘛。即件吼，除了像我即摆现主是咧讲，我也讲台语以外，我嘛希望讲，阮会使推广即个客语。啊，我旧年吼有参加迄个客委会吼一个补助，我去申请一个吼，迄个客语吼，一个迄个一个客家吼，迄个环境营造吼，迄个奖金啦，就是讲我积极要做即个副业工作，啊，我嘛摕到100万的奖金，所以讲我甲即个奖金吼，即摆嘛有编迄个绘本。啊，阮个绘本内底就是用台语、国语啊，甲客语，阮家放做伙。啊，阮伫迄个我本身阮公所幼稚园内底，阮有教台语，嘛有教客语，啊，佮有即摆华语。所以讲哦，阮的囡仔吼，伊学习的语言，甲咱即摆母语的富裕吼，阮拢用积极咧推广。所以讲，阮即摆去幼儿园，因小朋友嘛用客语甲我问候，啊嘛用台语甲我问候。所以讲，我伫即个教育即个部分啊，扎根嘛，甲阮的文化结合做伙，就是拢是双声道的啦。对，是啊，啊所以讲吼，即个客家文化伫阮埔心形成了吼，有真济有传统的，像阮即摆吼，阮嘛甲即个姓的伊个公庙吼，因的公厅，阮嘛甲伊保存，客委会嘛甲阮希望讲伊家己经营起来，变做甲这旧的三合院啊，伊的祭祀会甲伊保存咯，啊，阮甲伊整理好，啊，做一个真好环境，啊，嘛会使有地方遮老大人来，嘛会使来供餐，啊，嘛会使来社区来做一个学堂，啊，嘛会使来遮佚佗，会使做背包客，嘛会使来遮暂时吼来遮休困住，也是讲艺术家来驻村，啊，搁来阮姓张的吼，其实阮姓张的伫埔心吼，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故事。阮埔心有一个张家古厝，已经100几年啊。啊，阮迄个大家拢捌听过，迄个大稻埕有一个霞海城隍爷，吼，城隍爷。即个霞海城隍爷，听讲是阮姓张的祖先，对。啊，所以讲伊伫4月，旧历的4月12吼，即摆是旧历的4月初1吼，佮12天吼，阮的张家古厝伊就会办一个吼。
迄个祭祀啊，都嘛得拜拜哦，拜阮的祖先哦，就是纪念即个城隍爷迄个升天的纪念日。啊，伊当天哦，因为即阮圣场才有咧拜，阮吼拢迄天阮所有的圣场的家族的，才会乡亲拢会转来遮祖厝来拜拜。迄个城隍爷吼，武神的时伊就会转来，阮就跋杯哦，伊也跋着有转来，阮就甲请入去公厅内底。阮咧圣场的即个客，阮是邀宾客吼，阮遮个文化吼，阮除了即个三合院了吼，阮有甲保存起来。阮即摆客户嘛要甲阮整理，整理数字。整理数字哦，阮有一寡旧的迄个房间吼。迄种厝较旧啊吼，阮要甲整理数字变做迄个客家吼，咱的家族的故事馆。有阮迄祖先吼，遐个相片，有一寡旧的农具，有一寡旧的一寡文物，阮拢甲伊藏做伙。后摆吼，来阮埔心吼，除了食好食的葡萄。好食的山啊，好食的芭乐以外，嘛会使骑铁马，也是开车来看阮体验阮无共款的客家文化。阮的客家文化甲客家庄的无共款，就是阮这是河洛化了，佮富裕出来。所以讲，伊整个周遭遮环境营造嘛，甲人无共款。其实吼，这就头拄仔开始讲，阮要行销吼，一定要有差异化，就是全别人无的，阮有，你一定会半工来我遮看。别人有诶，阮嘛有，无人诶，无一定人会来遮看。所以讲，咱即个较早诶观光哦，拢是迄个走马看花，变做讲拢无深度诶旅游。我即摆就是用即个方式甲包装做深度诶旅游，互人来咱诶庄脚做客，因为阮是讲客家嘛，来阮遮做客，来遮体验阮诶文化，来看阮遮留来遮传统诶建筑物。搁来体验阮遮无共款的文化了后，搁会使来食好食的水果。咱像迄间，恁有食着真好的嘛哈密瓜啦。即摆嘛开始农民嘛有种哈密瓜，嘛有真好食的火龙果，搁有咱的葡萄。即摆陆续，即摆葡萄陆续，到7月的时阵，搁有山啊，你嘛拢有食。即摆前进总统府的，对吧？是毋是安尼？听众朋友，遮尔侪物件想要食吼，可能一位食足麻烦。你去迄个来埔心地说食会着。红山湾故居边仔迄个果实工坊，拢食会着。果实所在啊，其实吼，这嘛一个故事啦。其实我嘛希望讲，少年人哦，伊离开故乡哦，其实伊也出去打拼，拢无搁转来吼。我家己有3个囡仔吼，我上大汉的囡仔已经真大汉啦，78年厝。我的查某囝82年厝，上细汉的囡仔是84年厝。因囡仔拢已经有毕业啦，阮老大甲老二拢已经毕业啦。其实老大吼，因为伊就是读建筑系，伫咱地方要找着工课较困难。阮老二女儿吼。其实阮拢希望讲反清复明啦，就是返乡青年富裕乡民吼。阮阵子也无家己的囡仔留伫故乡吼，即空洞化。所以讲，阮查某囝是读新竹教育大学的艺术甲设计的艺术设计系，伊本身是美术班出身的，万宁高中的美术班。毋过吼，伊即摆学校已经无啊，叫做清华大学。伊合并啦。伊就是伊甲我讲吼，伊小时候伊囡仔时阵就甲我讲，伊有想要开一间餐厅吼，有饲狗的餐厅，叫友善餐厅嘛吼，宠物友善。我讲敢好，伊讲好。到尾伊大学毕业，伊真正就是伊想要做这个工课。咱做是大人嘛，是认为讲以后迄个愿望，咱就是甲伊合作。伊即摆就是伫即个开即个。果实手作坊哦，其实这是小小的广告，就是讲，其实伊伫凤山湾的故居边仔开，其实伫庄脚要开经营真正无简单。毋过伊甲即个老房子甲伊活化，过来伊是宠物友善，所以讲伊真侪人客拢为外地来，像最近葡萄季嘛，足侪人来遮参观了来遮啉一个咖啡，食一个午餐。这午餐吼，因为咱用在地蔬果吼入菜，过买咱中华关上好的遮个米，米。也是迄个面食，拢要做上好食的物件。其实慢慢，伊嘛找出伊家己嗜好，伊嘛招伊较早的一寡同学吼来遮展览。最近吼，伊的同学嘛摕伊的相片来咧展览，较早因老师嘛摕图来遮展览，伊家己嘛有咧直接咧创作。其实用安尼慢慢，伊足侪少年人嘛愿意转来故乡。其实如果咱甲即个故乡拢改造完成了后，
如果咱的囡仔拢无要转来，嘛是空洞话。所以讲哦，阮讲，阮这是另外一个反清复明计划，返乡青年富裕乡民。啊，其实吼，富裕乡民伊即摆帮农民推广葡萄做葡萄业，嘛是叫做反清复明，返乡青年富裕农民。富裕农民，富裕农民。所以讲，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工课啦。啊，不过吼，少年人伊爱留会掉，确实是爱有真侪诱因。所以讲，未来我嘛希望讲，透过包括我甲即个。迄个3年院改造了吼，变做背包客的，啊，互囡仔倒来经营民宿，也是深度旅游，啊来做导览解说，啊要来增加体验，比如讲来去挽水果，来去种水果，也是个 DIY， 像阮有种个柠檬，伊嘛 DIY 手工的迄个柠檬醋，对无？啊，咱芒果会使做芒果冰沙、芒果加工品，啊，葡萄会使酿酒，其实这样袂歹，啊，我就是要慢慢。年轻人，像咱即摆埔心的葡萄农吼，得奖的，拢第2代、第3代，拢少年人转来。所以讲，我担任乡长了，上大的成就，就是互少年人愿意转来故乡打拼。是头拄仔时间差不多50分钟，乡长讲伊第一年做的代志就讲袂了。啊，毋过剩最后5分钟嘛是爱请教乡长，乡长若是要做第2任嘛，你的规划、你的施政的蓝图是啥？其实吼，咱的首长的任期是2届，一届是4年，啊，今年的11月是，阮嘛开始要拼连任。啊，毋过咱所有做的工课，如果无法度伫2个任期内底来做，其实拢有遗憾。包括阮即马足侪计划道路，我已经陆续咧施工啊，嘛是伫我第2个任期要完成。啊，完成了后，你道路拍开了，周边的规划就爱开始。阮埔心有一真大的缺点，就是无小型的迄个工业区。我伫就任的时阵大家拢毋知我毋若干那卖沙卖葡萄，阮阁有卖啥？你知？阮阁有开始迄个家遮迄个精密产业协会精密产业协会，阮拢甲伊斗相共辅导，阮甲伊产业要互因升。所以讲，我办一个叫做黑手党传承计划。因即摆开始辅导了，我嘛要互这精密机械伊转型了，爱有一寡空间互伊。所以我希望讲，透过无共款的都市计划环境，过来咱有一条通8万人的30米的连环道路，未来了，伊甲8万人，甲阮埔心佮大川拢发连在一起。这新的聚落边啊，要安怎发展？要甲发展做，比如讲，咱的观光，还是物流，还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圈的一个规划。其实高速公路卡都有可能。所以讲，我们要把相关的产业，尤其是大型的流通物流产业，甲伊带动到我们的埔心乡来。是，欢迎咱的张馆长转来到节目现场。多谢我馆长，互我时间做代班主持人。咱欢迎咱的周清义周县长来，叫我好声我甲馆长讲，你剩2分钟会使甲大家讲话。歹势。对啊。今仔日因为即个大基本园区的即个代志，有紧急的状况。我有听讲，这最要紧的。是啊。其实咱我感觉馆长甲即个大基园区升级做总统级的。总统嘛亲身来剪彩，